继续来看台中市政府配合着农历的3月上妈祖，特别来举办妈祖观光文化节。今年特别邀请到霹雳布袋戏、甲9天民俗技艺团，总共4组的演艺团队，13号要登台表演。 真人版素还真一个出场，气势真强，替台中市妈祖国际观光文化节起鼓。其中的重头戏点头表演，卖伫咧5月13下晡4点半，伫咧港区艺术中心上场。好，结合西方的圆形剧场的概念，那让所有的 演出都可以四面八方的观赏。今年主题是结合霹雳布袋戏和9天民俗技艺团，和4组演艺团队，会带来精彩演出。亲像传统的民俗十二宝甲、战鼓团、布袋戏，另外还有马戏表演，拢正适合大人囡仔同齐欣赏。我们当天也会邀请霹雳，然后开放时间来跟大家做一个拍照这样子。文化局嘛讲，希望透过活动举办，会让更多人看到电台表演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也不要忘记收看《华视新闻》杂志哦。